您知道的，陆大将军英勇过人，雄韬武略，又是臣的义子，臣怎会派人杀他，让渊姐姐如此伤心？谁知道你对渊姐姐？求陛下为陆大将军报仇雪恨，严惩凶手。不是渊姐姐，是王后。可朕想保护的明明只有渊姐姐啊！没错，李勇，朕现在就要替渊姐姐治你通缉叛国之罪。陛下，可以了。您该回去休息了。休息啊？可以吗？诸位大人有所不知，陛下遭奸人所害，现如今只有8岁孩童的心智。咱们这位陆长公，竟妄图操控陛下，谋了皇后之位不说，现在还要凭空捏造罪名来污蔑本相。休得胡言！若不是我及时赶到火风堡，他已经夺取了虎豹营的兵权，谋权篡位，做了这大胜的主人。李勇，你此事千万不能外传呐，不能让石笔如此谢我大圣。妖后，都是你这个妖后！妖后，杨明啊，落水啊！罪人妖后，你这个妖后，罪人后见，你就一仇万年！你要一仇万年呐！陆大哥，这就是你一心想保卫的大圣吗？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，凭什么杀害你的凶手可以逍遥法外，害你的人却要遭受如此非议？陆大哥，恐怕这世道只容得下一种做法了，那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我不属于这个时代，只有我这样做，你们才不会被牵连，你的命运才会被改变。我已经失去了陆氏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别担心，我们还有下次，不是吗？10年后，生死你一定要好好